網絡，以及設施齊備嘅鳳凰城中英文學校。喺呢個宛如城市嘅鳳凰城裏面，仲隱藏住一座皇城——鳳凰台。佢係鳳凰城嘅巔峰力作，更係碧桂園集團累積10多年經驗打造而成嘅超級巨著。別人用高嚟衡量我嘅身份同成就，其實高只係我追求嘅一種享受。鳳凰台係傲居鳳凰城中嘅山上皇城，沿住蜿蜒嘅私家山道而上，一大片青郁山林係屬於自己嘅領地。屹立於山中嘅係過萬尺嘅城堡，莊嚴嘅古銅雕花大門背後，3萬尺嘅私家莊園係一種奢華，更係一個夢中嘅童話，演繹住一代又一代嘅豪門傳奇。鳳凰台唔單止係我嘅成就同榮耀，佢係我俾屋企人嘅一個可以世代傳承嘅家，讓佢哋可以創造出一代勝一代嘅顯赫人生。喺城堡嘅西式飯廳，或者花園內嘅早餐區享受美食，亦享受尊貴與優雅。Look at this little baby here. What does he say? He will say, Bonjour. Good. And if somebody gives you a gift, what would you like to tell them? Merci. Merci. Very good. 喺鳳凰台呢片無束縛嘅天空下，空間可以奢侈咁運用。喺家中私人嘅圖書館裏面，每日與書為伴，讓知識開闊佢哋嘅視野，觸發想像力，從小就讓孩子辨清方向，將身邊嘅一切化為學養、氣質同才華。站喺鳳凰台上，放眼萬千星辰，當然就會擁有摘星嘅志向。好啦如果你又約人贏咗我就送呢粒色俾你。好啦，哥哥。要競爭，要挑戰，更要學會攻守之間嘅淡定與從容。喺鳳凰台超過3萬尺嘅私家莊園內，劍與馬並非童話，而係每日享受時光嘅習慣。有空間就有可能，目標更遠大，胸襟亦更廣闊。
送俾你啊！鳳凰台優裕寬闊嘅空間，為孩子們提供一個突破界限嘅思維領域，發揮創造無限嘅潛力。喺呢度，孩子們總比別人早一步踏上青雲路。懂得鑑賞，先會有精確嘅眼光。近距離嘅接觸私家珍藏，係培養獨具慧眼嘅捷徑。成長從來就要付出代價，但至重要嘅係呢份承擔嘅勇氣同坦誠，先至係無價。係我打爛嘅，係我打爛先進。喺鳳凰台，無論喺專屬嘅5星級酒店，抑或喺自己城堡莊園內，孩子總有好多機會學會面對，更學會喺笑談人生之間，經營致勝之道同創造財富嘅智慧。嚟多轉啦！好啊，今次我唔會就住你噶啦。喺鳳凰台超過32萬平方尺嘅翠湖上，可以挑戰自我嘅極限，將天賦嘅環境化為成就嘅力量。馳騁於鳳凰台屬地幾十萬尺嘅綠茵場上，學會掌握每一個時機，阿哥，我終於贏咗你啦！今屆獲得世界科技創造獎嘅就係 Henry Ma。喺鳳凰台生活中累積成功點滴，達成至高夢想。多謝大家，喺呢度我要多謝我爸爸、我細佬，仲有我媽媽。多謝你哋咁多年嚟嘅照顧同埋支持，多謝晒。嗱，呢粒星送俾你嘅，好靚啊！咩嚟㗎？Star of Power， 耶！哥，係爹哋，爹哋，呢份禮物送俾你㗎。細嗰陣時咧打爛咗你隻乾隆，而家俾翻隻雍正嘅俾你。真正值得一生收藏嘅珍品，並不在乎表面嘅價值，最重要嘅係佢潛藏成就嘅內涵，值得世代相傳。這一切並非夢想，必須王者，豪門傳奇，鳳凰城鳳凰台，碧桂園。